欧洲的奶浆水可以做乜嘅呢？原來啊，攞去加多挑嫩地度，就做得出豆腐來耶，真係很神奇哦！也包括嘅奶火山露水，係用嚟同挑嫩變做豆腐嘅呢。可能？怎麼可能？有看到，它浮起來了，講嘅豆腐法西施，青雄時尚，有樂邊解答咯。佢係各位老同學聽出來皮耶。相信啊，今日呢個節目聽說當神奇哦。你就都會空馬干哦哈！等一下，哦，又不是貨呢，這是我從花蓮帶咗來嘅泥火山泥養顏美容，你就抵摸咯哈！今日你係一條可以講人情嘅火山泥嗎？唔係呢，係講豆腐。有什麼關係啊？哦，當然有關係啊！而且啊，火山泥老豆腐之間啊，有很多奧妙的地方哦。什麼奧妙？啊，不急，你們哈、慢慢看 VCR 哦。姐姐我哈、慢慢敷我的面膜。也得咧，係花蓮富里嘅羅山村，除咗好山好水之外啊，羅山嘅有機毛土農業係全台灣第一隻有機種頭哦。有冇我爸爸哈，頭擺從師傅從新竹鄉過來時節，農業時代嘅時節，係啊，從那喜樂同國博試田啊，我係大家夾家鄰家嚟傾下嚟幫忙國博有冇互相幫過嘅時節，啊都做啲豆腐嚟做菜安尼，呢種喺頭擺呢看冇東嘅種塞搞時節哈，啊落杯子都發現到講呢種喺水都做豆腐安尼。你哋一般人都稱呼到那天然的泥火山露水。泥火山露水係大自然本也特別嘅行人最好嘅定路咧，也特別嘅人咪當10萬保護一隻有機無毒嘅環境，專家用有機栽培嘅黃豆來做豆腐，自然也就特別香了。看到杯時就頭擺做豆腐都用那種嘅薩摩油嘛，用啲薩摩膜啊，係啊。同學啊，看過磨砂，冇聽錯是看過用佢來磨豆呢呵。頭擺嘅人啊，佢有冇機器嘅時代，會硬辛苦，怎麼有東西好食呢？用磨砂磨出幼幼嘅生豆呢，用落大鑊嘅地度煮滾來，煮嘅過程地度，見到，冇大嘅豆呢，就唔會出火來咯。煮滾過後，撈豆呢地度嘅黃豆泡離體機，離好嘅豆呢，個煮加一擺哦。呀哈，神奇嘅泥火山露水就會上場了。過年你就開始變咧泥火山嘅水落去嘛，哦，差唔多偏過你要幾多嘅量嚟講，你先變一半落去，變一半，等下到半暝就慢慢地看，啊，慢慢地看加錢嘅，你就慢慢地加，你是下加添多，等下豆腐會添硬，會添糯冇事哎。哦，你看你下而家豆腐加到見來見到嘅了嘛。啊，你都做唔得技術變了，你都看情形哈。看佢哋個水有嘛，佢變化佢水在那會較淺，見佢哋是很清楚透嫩有嘛，你是很清流有嘛，像透嫩咁，你很做唔得。哦，都等到佢哋水，你哋回來看個水都較鹹嘅，樣式表示講佢個透嫩到水哈，全部分離開來嘅，你做得咧。豆嫩加入泥火山露水過後啊，就開始產生粘性現象。攞粘性出來嘅豆腐把離體機，用落四角形嘅樹木嘅地度去，處理了多嘅水分濺出來，現在做出來過後，泥火山豆腐就完成了。做過後，一片片又香又嫩嘅料理，我有幾好食咧呢？該就等了羅山體驗了。火山泥沉澱後的露水可以做成豆腐呢？你們知道為什麼嗎？不知道。今天我們請到最漂亮的豆腐西施靜香老師，
帮我们讲解豆浆为什么凝结之后会变成豆腐。我们欢迎金江老师。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新三好。你今天人来就好了，你还带豆腐来呢？哦，这不是豆腐，这是豆花。啊，这是豆花。对，不过豆腐跟豆花都是由豆浆去凝聚成的。真给呢。对，好，今天在我们上课之前呢，我带来了这么多好吃的豆花，我们先来犒赏同学一下。金江老师，有没有我的份？算看你的表现喽。10个，我应该可以吃2个。哎，不过思锦，我发现你最近皮肤变得好好哦。你偷偷做了什么功课？跟老师说一下。老师，其实最近我发现一个美容秘方哦，就会养脸。哦，所以你拿它来做豆腐完了以后，剩下就拿来敷脸哦。哎呀，下面这一层有看到吗？哇，哦，很赞呢。老师对你平常不薄，今天又多带了一个豆花给你吃，你要不要试着帮我也敷一下啊？你用给上一个叫太太细阿妹啊，点面膜的事情就交俾阿姐啦阿姨就好咧。唔得还有豆腐包好食咩？你就定下个发通啊！欣赏老师跟阿姐同时忙啲个准备器材呢。器材准备好咧，该同好个豆腐吧。莫个，是强强了哦。同后豆花是甜芒啊。真好什么？好生。哦，妈也是2掌啊，给长些矮呢。在我辛勤工作的时候吃2个豆花，你思锦，不要难过啦，你看。我带来了这么多的黄豆，我们今天呢要借我们自己来体验整个做豆腐的乐趣。哦，做豆腐啊？对呀。哇，同后来，谢谢啊。好，首先呢，我已经先把黄豆泡好了。哦，好大锅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用果汁机来把黄豆给磨碎。来，思锦来，由你。同学，哪一位同学帮我插电好不好？我做豆腐就会先煮豆呢。而煮豆呢，就會留几米安不該黃豆放落果汁機底度，加水打做上豆呢，再過落上豆呢煮滾來。同学有没有闻到味道？有。老师，为什么不要先过滤再煮呢？哦，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哦。因为呢，我们那些黄豆渣呢，借我们这样煮过后呢，就可以充分的把里面的蛋白质给萃取出来。哦。对。哎，你有没有发现，慢慢的有一些泡泡出来了，对不对？对啊。那这些泡泡，你们想到什么啊？吹气球的泡泡。吹气球的泡泡。洗澡的泡泡。洗澡的泡泡。洗碗的泡泡。什么？洗碗。哎，洗碗的泡泡。冇錯，佢要有意思嘅泡啊，係因為黃豆泡底度有粗素嘅關係，再個用摩擦嘅原理，然後由細槍來，用黃豆泡細碗，唔但將發揮行人做家嘅精神，咪係最豐富嘅細碗錢咯。OK 了。哇，同学很强哦，磨出这么多的豆浆哎，安辛苦哦。哎，桌上怎么那么多东西啊？砂糖、食盐、糯米醋、卤水，这要做什么用的，老师？哎，我们达人在 VCR 里面是用什么来做豆腐呢？还记不记得？卤水。对。哦，就会痒给。闻闻看有没有味道？没有，没有味道。还记不记得？没有味道哈。那另外3种东西呢？好，那我另外呢准备了这3样东西。来，有没有喝过咸豆浆？没有。哎，他有喝过。那同学，你们猜猜看哦，咸豆浆是怎么做出来的？加醋。对。还有马该？应该是加盐吧？加盐吧。对啊，才会有咸呢。对啊，老师到底是加什么呢？答案我先不揭晓。剛喺 VCR 底都有看到，老頭呢煮少來，係味道一本顏色嘅效果很好，一下就照定嚟做了。沙丁、撈滷水、鹽水、糖水、撈糯米糍，還有煮少嘅頭呢，半半同學，生飲就會開始了。好，同學，現在豆漿都倒給你們咯。然後你們剛剛裝的那4杯不一樣的鹽、糖、
卤水还有醋嘛，对不对？现在你们就把豆浆一个一个实验看看，他们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反应，倒进去看看，好不好？哎，我们看 VCR，达人是用卤水来凝心成的耶，那我们这个一定会100%变成凝结的。对，那我们先用卤水，用这个，到80。哎，有凝结，有凝了耶，形状都出来了。对啊，有点变哎，好快哦！它反应很快，一下就。不是有咸豆浆吗？那我们来试试看这一杯用盐水。那你的。没有凝聚成，就没有变。不要看了，好像没有什么变动。有昆豆马干嘛？有啊，这个卤水用的已经变这样子了耶。这是卤水的。对。哦，你看一下。哎呀，上面真的有一层哎。对啊。凝稀的这是什么？豆腐吧。豆腐。哎，那你们还有一杯，那是什么？这是盐用的，好像没有什么变动。我试试。你确定吗？我不确定。细妹的猪经过实验发现到，加盐水条内唔会粘实，解出来吃过那糖水好嘞。这样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变化，没有那种凝稀。糖老盐弄起含条内粘实嘅原因，撒下来像存到3次盲吃过了。哇！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有看到，它浮起来了，出眼凝实，浮起来了。为什么我越看越觉得它像猪脑？哎呦，详细看，还真经有得会抢诶！亚个时节啦，谁来做改片，没发现到3次做的本条内粘实咯。真的有豆腐的感觉。哦，我来看一行，哇，这一组更像猪脑，而且好多哦，超多，这么厚。哇，为什么我的加盐巴，它的加糖不会凝结，可是它们都会凝结呢？哦。刚下同好加3次老卤水，条内就会粘实，还嘛个原因呢？哇，那他们做的很漂亮哎。真的，我现在发现同学现在除了会吃豆腐以外，也会做豆腐喽。那我要问你们喽，你们知道为什么豆浆会凝稀成这样吗？因为加卤水。加卤水。那为什么加卤水它就会凝稀呢？所以它是碱性吗？碱性的吗？这是个好问题。可是糯米醋是酸性的啊，它也会凝结。不错哦，所以已经有人推翻你的想法喽。但是那个卤水是碱性的啊，而且啊，那个醋啊都没办法让它完全融合，可是这个却完全融合。好，也来，现在双方开始争辩。同好，莫严格啦。解答之前啊，先拿猪脑，咩啊，喺豆腐把轻轻啊过滤一下，再过来看啊，到底卤水捞3次，用不着得本条内粘性呢？好，现在我们来开讲喽，来，各位同学来看看，真的好像豆腐哦。豆腐啊！哦，对，真的。哎，这是豆腐嘛？这么？它就是豆腐，这个就是我们刚才的豆浆，对不对？对。这个是我们刚才做豆腐滤出来的液体，对不对？对。来，你们发现这2个有什么差别？颜色不一样，颜色变淡了。对。那这2个到底差了什么呢？我接下来要做一个检测，让你们看看。好。用硫酸铜水加氢氧化钠做指示剂，分别加入乱拍。条内还有粘实过后存到嘅豆腐水，我用马盖毛孔用呢。哎，变紫色了哎。好，变紫色哦。那接下来呢，加入我们早上做好的豆浆。好，你们要观察一下它的变化哦。有点淡淡的紫色。好，但是你看它的紫色跟蛋白的紫色，哪一个比较深？蛋白可见这个蛋白比较多。对，好，那最后一杯了，一样把我们的指示剂加进去哦。哎，你们发现蓝色的，所以答案揭晓啦。你们觉得这3杯哪一杯的蛋白质含量最多？蛋白。那这个呢？豆浆第2，又比它还要多。哦，那所以可见它的蛋白质跑到哪里去了？这里。对，原来我们加卤水的目的就是让豆浆里面的什么凝稀？蛋白质。来，我
学，我们给自己一个掌声。我们现在豆腐也做出来了，可是我们还是不知道卤水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，而且为什么加卤水豆浆就可以凝稀变成豆腐？卤水到底什么东西？怎么那么奇怪？同学啊，唔是要紧啦，司机阿姐先拿卤水拌到3隻小皮底度去，再用小蒜蓉、碳酸钠还有酸甘芝士去来檢查。先用介咧就係小蒜蓉。变白色，浑浊白色。这个是硝酸银，还得加入卤水，竟然会有白色的浑浊，可见里面应该有什么？氯。哎，讲对一半，要讲氯离子。那这个呢是老师配好的碳酸钠。一开始它也是透明的液体哦，变魔术给你们看。什么颜色？什么颜色？也是这个状况，对不对？可是这2个药品不一样哦。这个是碳酸钠哦，遇到卤水产生这样的白色混浊，可见里面应该含什么？钙离子。钙离子，哎，对。其实除了钙离子以外，也有可能含有镁离子。青米先生拿出当关键的东西酸甘指示器来检查卤水的酸甘值。当显面看得出卤水是有酸性的，也下就解开卤水有冇做到本透能颜色的原因了。盐水加入透能底度去，带增添嘅钠离子，留带负添嘅硫离子，为酿头卵泡质当好，还会相当多嘅水分子离过来。故说啊，卵泡质冇办法酿香下。就会增加卵泡质嘅溶解度，也个现象就喊做盐溶。耐火山卤水做嚟做豆腐嘅原因，係因為卤水底度有鈣、鎂，也有二價金屬離子。卤水加熱透冷嘅時節，也有金屬離子，為留卵泡質釀香下。卵泡質釀越多，就會燃燒出豆腐巴了。再過留個輕輕嘛，就會變做豆腐咧。也個現象啊，就喊做鹽色。静香老師，你怎麼又在煮豆漿啊？哎，早上嘞給你們吃的豆花是買來的，對不對？對啊。現在嘞，我們要現學現賣，我們自己來做豆花。快樂嘅時間又到嘞，小城市豆腐吧，下就去揾自家做豆腐花生，材料都準備好了，開始同處做看下了。我幫各位準備了豆花粉。豆花粉也可以讓它凝稀哦。當然啦。它裡面有什麼東西？它裡面呢含有硫酸鈣。聽到鈣有沒有很熟悉呀？哎，所以呢，我們用豆花粉一樣也可以做出我們愛吃的豆花哦。那我們請思靜姐姐幫把泡好的來倒進去。我們要泡冷水，讓比較多的豆花粉溶解在裡面，這樣做出來的豆花才會凝稀的效果會比較怎麼樣？好一點。還記得家下有講過，透能愛小小嘅鹽色嘅效果就會好哦。透能煮過後。日日攞起多攞要豆腐8分嘅煲嘅底度去，攞嗰嘢夾開來，再過等30分鐘就做得食了。同學期不期待啊？期待。老師，那其他的豆製品，例如豆皮，是不是像豆花一樣凝稀而成的呢？哎，好問題。哇，很強哦，就會按呢，錯。老師，剛剛說的抽是客家話的抽，是對的意思。哎，還是錯，還是錯，為什麼？哎，很疑惑，對不對？對。好，我帶你們來玩一個拉皮的遊戲，大家都懂啦。拉皮。老師，我們還很年輕，不需要拉皮。對啊，對啊。好，各位同學，你們看到老師桌上準備的東西？有。現在呢，我們就要開始來做豆皮嘍。啊，老師，那你就做豆皮哦？當然嘍。豆漿裡面的蛋白質啊，遇到熱凝結，會在表面呢形成一層薄膜，那一層薄膜就是我們平常吃的豆皮哦。是啊。哎，不相信，我們來體驗看看吧。好啊。在體驗之前，等一下，這邊有一張很可愛的圖。哎，司機阿姐拿出一隻蛹出來做乜嘅呀？哦，原來係同學用豆腐皮填滿蛹子嘅圖，丟出一隻豆腐皮蛹啦。透能煮好過後，表面就會填出豆腐皮。不過真嘅愛做會多難冇啊？看是多的先有豆皮還是少的？豆漿哦，下面加熱，然後上面讓它冷卻，
会比较快形成豆皮，所以我们在那个豆浆的上方，我们慢慢轻轻的吹，看到豆皮形成是不是真的是这样，好不好？好，一人一杯好了，4杯刚刚好。这个真的是，这最大杯的你。叮叮叮叮叮。这比较小，不要敲得太进去，给它破。小一点，小一点。谁每一组既然搞去打拼我嘞，为做豆腐皮的事情，就唔记得强强嘅用的哦。哦，有了，七姐姐有了，没有，哎，赶快拿去，把它不小心，把它挖起来，快，同心协力的，快点搓。谁来一组先做好了？亚个时间，谁某一组长发现多一个熟人嘞，这个3万金盆豆腐皮夹出来啦！那一组同学，你们豆皮好了吗？男生组的豆皮已经出来喽，我们也快好了，加油！好。我发现我越来越滚了，这是要有技术的同学。那你从那边拉过来，去。谁某一组3万做起来，当家就叫到谁来嘞？同学听来听去，乡下大菜有客家豆腐皮用了。好，最后一只豆皮熊，好可爱哦！那你猜个就是豆腐皮是怎么做的？什么？炒。恭喜，豆腐皮用做好了。头年做好过后啊，因为表面的水分蒸发了，乱拍这个粘土变高，故手就会粘起出豆腐皮了。哇，彤彤，我们辛苦了一整天呢。对啊，辛苦了开始吃豆花，结束也吃豆花，幸不幸福啊？幸福。好，豆花好喽，开动！哇，自家做个豆腐花很香哦！各位同学啊，看到今日的节目，唔系妹妹上去淘宝下，自家做豆腐花，也系做豆腐来食看下咧。有客家。